阿叔啊，你有封雞腸信噃？雞腸啊，佢識我，我唔識佢喎。唔該，你同我睇下佢講乜嘢。阿叔啊，你個大餅好威啊！新加坡有間建築公司咧，好欣賞你，想話請你過去搭棚喎，待遇十分之好添㗎。我當其時學搭棚，我估唔到呢種古老個行業仲咁吃香添，咁搶手。我捱咗咁耐，都算有啲安慰啦。阿叔啊，唔單止你覺得安慰啊，其實所有體力勞動嘅建築工友咧，都應該覺得光榮先至啱。搭棚阿叔受人讚賞，又會關全世界事嘅？哈哈，所以話你唔識嘢啫，你唔知道咩？新加坡政府咧一向都規定大型嘅公共房屋工程一定要僱用香港工人，只要建築費係喺4000萬港元以上嘅咧，就要請50到60個香港同埋澳門嘅工人。但係最近啊，當局就修改條例，工程費只要超過1200萬港元咧，就要禮聘技術優良嘅香港建築工人。咁你話啦，身為香港人又點能夠唔引以自豪呢？原來係咁嘅，唔怪得你咁牙斬斬啦。係啦，搭棚呢個行業其實已經有1000幾年嘅悠久歷史㗎啦。點解喺呢個咁現代化嘅時代裏邊，佢仍然係咁受重視嘅呢？答案其實就好簡單嘅啫，就係搭棚技術本身嘅優點能夠符合香港市場嘅需要啦。睇嚟你對建築業嘅認識都好深㗎噃。喂，可唔可以講啲資料俾我聽下㗎嘛？咁啊，當然可以啦。搭棚本身咧係有4個優點嘅。嗱，第一咧就係取材容易，所有嘅竹同埋杉啊都係來自中國，所以成本低廉，加上施工快捷同埋維修容易，呢啲好處咁啱咧，適合現時建造業嘅要求，成本低、效率快嘅情況，所以呢種技術咧就能夠歷久不衰啦。不過咁喎，佢哋嘅工作睇嚟係十分之危險嘅，時時喺10幾20層樓咁高嘅地方擒高擒低咁，認真牙煙啊！嚇，咁你又唔使為佢哋擔心喎，佢哋身經百戰，深懂安全之道嘅，而且佢哋又有優厚嘅薪水，咁樣咪可以補翻條數啦。搭棚師傅而家每日嘅人工呢，就係220幾蚊。呢個數字咁吸引，呢一行一定係有人滿之患㗎啦。咁又唔係噃，建築業咧而家仲係欠成幾百個搭棚師傅嘅，加上努力現代化嘅深圳、珠海、上海都實行銀彈政策，叫咗好多師傅走，所以呢一行咧真係有人少之患㗎。喂，聽你咁講法，既然呢行咁搶手，咁冇人培養接班人嘅咩？目前咧只有建造業訓練中心係有系統咁訓練搭棚工人嘅啫，每年佢哋都可以訓練到20幾30人嘅。但係呢個數目距離建造業嘅實際需要仲好遠㗎噃。所以就係希望更多有頭腦、身手敏捷嘅青年能夠投身呢一行，發揮才幹，貢獻香港啦。